为着要让弱势家庭甲收容机构的囡仔呢，会当伫个儿童节的时阵嘛收到新的礼物。家己的民意代表是邀请到企业的公益基金会来赞助经费，带家己地区拢总有100位囡仔来买新的衫裤。 100个囡仔光用拿伫卖场内底找家己喜欢的新衫，因拢是弱势家庭或者是收容机构的囡仔，会当亲像过年同款来买新的衫甲裤，大家拢感觉真欢喜。因为平常不太会出门逛街，我就觉得这次是一个蛮好的体验。 像是在偏乡比较弱势的孩子，办这样的活动呢，确实可以带给这些孩子有一些机会来购物，他可以挑选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有点强化自尊心的一个表现。收容机构表示，因的衫甲裤除了有人会管以外，平常时虽然嘛会买，不过真侪时阵也是细汉的囡仔爱去大汉囡仔穿袂落的衫较济。这场活动的举办，唔但减轻经济负担，嘛让囡仔会当拣家己喜欢的物件。 这样带来我很大的帮助，我可以带小朋友来买他们喜欢的衣服，他们都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捐给我们，然后像是有什么衣服，孩子会穿什么这样子，可以让孩子挑选他们自己喜欢的衣服。这部分真的是让孩子有选择权，是很谢谢他这样。儿童节是真侪囡仔期待节日，家己县的民意代表请在地店家拍节，跟媒合企业的公益基金会提供赞助，互助细家庭或者是收容机构的囡仔，伫儿童节进前嘛感受到世界买家己礼物的快乐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